来看这高雄车头的厝尾顶是冲甲真水，民众会当去遐散步、骑脚踏车。不过民众反映讲，有一寡所在呢是无顶针，光线是拢看现现，甚至咧涂骹有真侪粪扫。铁道局表示讲，目前正咧进行改善调整的收尾工程，也若针对民众反映的部分呢，按算后个月拢会当完成改善。 施工人员摕电动蜡甲壁顶的按摩图做视野价。高雄车头天棚虽然伫去年底已经大型开放民众来体验，不过部分的细项工程甲验收作业其实拢也搁伫咧进行。这段时间嘛，不时有民众反映公道规做无好，亲像这花园内面的水管看现现，一寡花草已经打冷去，也搁粪扫黑白蛋的问题。铁道局讲，这所有建议因已经拢伫咧进行改善。一寡验收的缺失吼，啊个咱。 网络顶悬一寡民众台湾一寡指导的部分哦，这个部分其实阮拢陆续有咧要求厂商咧做修改了哈。那目前针对整个这个缺失的修改，我们预计是在4月14号哈会做全区的一个修改的一个完成。 有民众表示，伊定定骑铁马来遮佚佗，天棚的改变伊拢有感受到。不过假一时啊，人若多，天棚顶悬就出现铁马乌白停，这部分可能需要加强管理。伊是遐有一个停车，但是可能伤少的款。你也驾紧哦，脚踏车真济，啊，拢会停伫边啊吼，大家咧过路较歹过。 铁道局表示，广线的部分有要求厂商爱用暗讲的方式来做。另外，花草的管告，因也赶紧找出适合的树种来保证加强管理维护。这个工作按算4月14进前会做好。针对粪扫黑白蛋的部分，除了拜托民众爱有公德心，因也会派人加强巡查整理。记者柯卡祖、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